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来啊，咱全世界啊，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所默示的，要教示人、读书人、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人生生命有大益处。要教导读圣经的人呢，追求完全，做一个完全的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呢，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地位。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呢，本乎圣经提出10大信条，加做真耶稣教会重要的教义，爱通提供着咱来查考学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带，互咱有正确明白进入天国迄个真正的门路。教义是信仰基础，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呢，就是对圣经内面的重要教义。既然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咱理当清楚明白，共同相信并且尊敬，进一步来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会当做为牵手呢，来行一条天国正路。将来呢，做为来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今日的节目呢，伫活命牛这单元内底，喜神要继续奉主耶稣的名，甲咱来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第4条，信真理。第4条内容就是信水浸，是下罪定头生的典礼，必须由已经受水灵软浸的人，奉主耶稣性命伫活水当中，甲受浸者压落头，施行全新的浸礼。好，咱来对第一段咱来谈论，浸礼是下罪定头生的典礼。真耶稣教会有3种重要的圣礼，就是浸礼、洗脚礼，还有圣餐礼。这3种典礼拢是具备了3个必须要的条件，就是拢是主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亲自设立的。第二，就主耶稣伊曾经吩咐门徒照样去做，并且记伫圣经内面。第三，就是这3种圣礼拢是甲得救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就像讲浸礼，那是要靠着主耶稣保护洗净生命中间的罪孽。洗脚礼是为互咱甲主耶稣有份。圣餐礼就是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互咱将来互活的永生。洗礼就是活水当中的浸礼，洗礼呢可以称作是浸礼。活水中的浸礼简称作水浸，就是一寡人袂当了解为什么真耶稣教会遐重视看重这个顶头生的洗礼。当这灵布道会伫各教会举办时阵报名要接受洗礼为什么要经过教会职务会来讨论通过了，才有这个受浸的资格呢？敢讲信耶稣真麻烦嘛？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浸礼有下罪定头生的功能。主耶稣为了咱世界人降世，定死十字架顶，为了罪人留到下罪保护只有一遍尔。这个下罪洗礼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因为受洗礼的人，这罪得了赦免，就袂当搁再犯罪。若是得罪了天顶的真神，就搁再无什么赦罪的机会咯。所以真耶稣教会这浸礼呢，要替报名受洗的人小心做一个把关啦。为什么伫这个流动的这个溪水、河水、海水还是泉水当中，奉主耶稣名施洗呢？就会当洗去受浸者的生命内面的罪呢？这咱是因为真耶稣教会主耶稣的圣灵同在，当会将奉主耶稣的性命祈祷，求圣灵运行伫这个洗礼的水中，入水受浸的人就会当领受主耶稣保护的浸礼，互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第60第8节内面记载讲，这借了水甲火而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火，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原来有3项，就是圣灵、水甲火。这3项也拢归做一啦。
所以今仔日伫全世界各所在真耶稣教会，定定伫施行赦罪的浸礼时真神有当时开着人的目睭，看到洗礼的时阵的水，亲像火同款的红，那是因为圣灵做见证，将洗礼的真理来表明出来。对于以上的讲解咱就当来更加明白这个使徒彼得的见证。当这个五旬节圣灵大降的时阵听到的这犹太人因为将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感觉足插心足艰苦的，所以彼得对因讲：恁个人爱悔改，奉主耶稣基督名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的确领受所属的圣灵。这记伫使徒行第2章38节。所以可见呢，领受合乎圣灵的浸礼，乃是为了赦免人的罪，互人伫真神的面头前得称作义。所以浸礼除了这个赦罪的功能以外，圣经提多书第3章第5节嘛咧讲伊便救了咱，并不是因为咱家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伊的怜悯照着顶头生的死，甲圣灵的更生。可见呢，这个浸礼互罪得到赦免，互有罪的人成做无罪的义人，这个生命会当得到顶头生。所以这个保罗伫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第5节内面安尼讲，敢毋知影咱这个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所以咱借着洗礼归入死，或是甲伊做伙埋葬，关系互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爸的荣耀对死来互我同款。咱若是伫伊死的形状内面甲伊联合，也要伫伊互我的形状顶面甲伊联合。所以可见这浸礼呢，甲主耶稣的死做伙埋葬，做伙互我，成做顶头生的人。所以耶稣在世时阵曾经甲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论这天国的代志。伫约翰福音第3章第3节到第5节内面记载，耶稣来讲：我实在甲你讲，人若无顶头生，就袂当看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讲人已经老要来当顶头生呢？敢会当搁再对母腹当中搁再生出来？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人若无对水甲圣灵生，就袂当进神的国。显然可以知影啦，要进真神的国，就要对水顶头生。那呢，这大水洗礼就是讲，互这个旧人成做新人，互罪人成做义人，互顶头生的人有资格会当进入天国。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26到29节就咧讲所以恁因信耶稣基督，拢是真神的囝。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拢是披戴耶稣基督。并无分犹太人啦、希利尼人、自主的做奴才，或者是查甫查某，因为恁伫基督内面拢成做一路。恁既然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咯。可见呢，无论啥物人受到主耶稣的保惠洗净，就是受浸归入基督的人呢。因既然属基督，就是信心的爸亚伯拉罕这个属灵的后裔。照着真神的应许呢，有资格承受天父真神的天国的产业，嘛是讲会当享受着天国永生的福分啦。好，咱讲这个第2段，就是讲这个。施浸者呢，必须是受水洗、灵洗的人。旧约圣经民数记19章17节到19节，提到着旧约律法的时代洁净礼，中间有讲到洁净的人爱淋水伫无洁净人的身上。出埃及记9章第1节到第9节里面记载讲，你互亞倫甲伊囝正聖，供祭司的职分，到會幕門口來。用水洗身軀，又搁将亞倫甲伊囝分別為聖。所以可見這個舊約時代嘛，這樣慎重，何況講新約時代受盡赦罪洗禮，所以執行這個聖禮的施浸者呢，一定愛洗禮無罪的人才有資格。佢再講，主耶穌佇死而復活，
曾经对文老讲爸安那找见我，也照样找见恁。讲到这话，就向因喷了一口气，讲恁是了圣灵，恁下面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得到下面。这记载伫约翰福音20章21、20里面记载，可见的受圣灵是受差遣的证据。独有领受圣灵，才是奉差遣者的人，才有资格甲官兵呢来执行浸礼啦，洗去人的罪。所以执行浸礼施浸者呢，一定要具办了水洗灵洗的资格。因为安尼，教会通常拢是差派了团队啦，或者是长老执事来执行。好，第三段牺牲甲咱来查考执行浸礼的正确方法。当咱听到无同款的基督教教派呢，有无同款的洗礼方法，有对洗礼功能甲重要性的心态，有当时足轻易呢甲忽略啦。咱或者会想到讲，这马太福15章第9节内面记载，当这是主要所指责在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甲文士讲因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今日咱无愿意讲做一个信主也是枉然的基督徒，所以要正确的查考这个浸礼，来执行正确的方法。第一呢，就是要奉耶稣的性命洗去人的罪。以弗所书第5章20节21节讲，凡事呢要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百姓，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然而呢，有人根据着马太福音28章19节讲，奉爸囝圣灵名甲因施洗。实际上，爸囝圣灵拢是代名词尔，并不是主耶稣的名。而且，爸囝圣灵这个名的原文是单数的，也是讲只有一个名，对耶稣。所以洗礼呢，要奉主耶稣的名施洗，这才正确。所以伫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内面，使徒彼得指示这犹太人得救的正路。恁个人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就即个领受所属的圣灵。所以这来才甲恁讲甲足清楚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耶稣的名。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3章18节嘛，甲恁讲信伊的人无被定罪，无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因为伊无信神独生囝的名，所以这独生囝的名就是耶稣。无信耶稣的名，爱受定罪。伫这使徒行19章第1节到第6节内面记载讲，有所教会信徒听了保罗的见证，明白家己只受施洗约翰悔改洗礼，并未当赦罪，就奉主耶稣的名甲因施洗。然后呢，求得圣灵。佮再讲这个撒玛利亚的信徒呢，因只受洗未得到圣灵。所以圣经使徒行第8章16节记载讲，因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可见这浸礼正确的方法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施洗。咱讲这第2项这洗礼的方法，就是讲爱伫这流动的活水中间，专心浸入这水内底。耶稣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为着要互些信徒留到这个洗礼的榜样啦，所以伊就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着施洗约翰，要求约翰为伊来施洗。约翰想要拿早着伊，耶稣讲你暂请温存我。因为我理当尽主般的义，就安尼约翰就温存了伊，耶稣受了洗，随时对水来起来。忽然天开了，伊就看见了真神的灵感，亲像钱就昏焦降伫伊的身上。对天顶有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段圣经记载的马太福音第3章的13节到17节，约旦河是流动的活水，所以耶稣表明真神的义，留到浸礼的正确的榜样。伊就到水内去受浸，随后呢对水来起来，可见伊全身躯浸入水中间，再起来。因为受洗原文就是受浸，所以约翰福音第3章23节有记载，
约翰伫挖近即个撒冷的爱卵也死死，因为遐水济众人拢去受浸。爱卵原来就是泉泉水无出来溢出水来所以遐济水足济水的，为了全身躯入水受浸，所以一定爱找到水济所在。一个爱听阿伯的太监伊是伫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的财政部长啦。伊为了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千里迢迢足辛苦的赶路真心看到伊敬畏神虔诚的心，所以特别差派着腓利之书到曠野，将耶稣基督道正入心降世，为了世界人大死律是既定的道理呢，讲互明白。两个人来到遐遐有水的所在太监随时要求要受洗就安尼吩咐车暂时停咧腓利甲太监两个人做伙落水，腓利就甲伊施浸，对水来起来，主的灵就甲这腓利提起了。太监无再看到腓利，就欢喜喜行路。所以这段圣经记载这段代志是使徒行传第8章60到40节，才咧讲受浸就是伫水济所在，所以落到水内底全身躯受浸，然后呢水来起来这个下罪的浸礼就是互人受洗起来，无罪一身轻啦所以伫头前这段内底，咱捌引用到罗马书第6章第30到第50，谈到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甲伊做伙埋葬，做伙复活，就是全身躯埋葬。那呢浸礼就全身躯入水受浸，这绝对是正确的。第三，咱讲这礼的正确是就讲爱亚罗头受浸。伫这个罗马书第6章第50到第8节，遐记录讲，咱若是伫死的形状顶面甲伊联合，也爱伫复活的形状顶面甲伊联合，因为知影咱这旧人甲伊做伙顶死价，互罪身灭绝，互咱无再做罪奴才奴仆，因为已经死去的人是脱离了罪。咱若是甲基督做伙死，就信的确要甲伊做伙活，才甲因介绍着入水受浸，一定爱甲主耶稣的形状联合，就是讲甲主做伙死，做伙埋葬，做伙复活所以才着洗礼呢，洗去所有的罪垃圾互这个罪身灭绝。所以甲主耶稣做伙复活，就是无罪的新人。所以耶稣死的形状圣经记载足清楚的，约翰福音19章30节内面讲，耶稣担了迄个错，就讲正咯，便压落头，将灵魂交予真神咯。这是耶稣伫十字架顶受死断开的时阵所描述的，可见的主耶稣断开的时阵唯一的动作就是压落头所以领受浸礼的人呢，爱以压落头的姿势领受奉主耶稣的名洗礼。所以大卫曾经作诗讲，我的罪孽追过我，互我举袂起头来，这罪孽比我的头毛更较济，我就心寒打屁屁喘这记载的诗篇40篇12节，压落头有认罪悔改表示，又有心存感恩的谦卑，这是一种罪人忘恩的态度啦，得甲忘了主的怜悯赦罪啦。最后咱来重复着今仔所教的基本的信仰，10大信仰第4条信水浸是赦罪顶头生的浸礼，必须由已经受水灵两浸的人，奉主耶稣的名伫活水中间，甲受浸者用这个压落头全身躯的浸礼。所以愿咱会当明白耶稣基督福音，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无信得个必定罪。更加愿意咱亲爱的无朋友、听众朋友早日来领受浸礼归入得救的真教会。好，咱今日话名的节目就先甲咱谈到到这，感谢你的收听。